世界万行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观众朋友，大家晚安，大家好，我是主持人黄平真。今仔日我又搁转来台南咯，这海岸路甲新隆街，哦，我30档进前哦，就开始伫台湾第一街遮吼来采访呢。哇，真趣味！今仔日有一个中药行的二代，因集做伙，大家来斗阵。 要互中药，要互汉医呢，要互汉药呢，搁较发扬光大。用什么方法呢？来看见闻。我跟你讲吼，这32间的中药房啊。 还是吼，见闻就是吼，小开二代。不过呢，因遮见闻，今仔日要规工甲恁接做啦。啊，这位是，这是阮这届策展的总招。啊，伊嘛是在地咯。在地，阮在地。你嘛2代咯？我应该几6代啊。几啊代吼？哇，恁创这个市集吼，这算作是第2年嘛？ 迄个府城2代记的这个主题话，但是你若中药铺啊，大家夹起来应该是第5人的，我会记。啊，中药话嘿是。你甲人讲吼，你尤其你做的人吼，上困难是啥物？上困难哦，上困难就是中药是一个足传统的物件，啊，咱要哪甲新的概念放入去传统内底，啊，互少年的当接受，这件代志是困难。感觉真趣味。足趣味的。 啊，所以恁这届用了什么较特殊的物件？哦，大家咱讲，这袂歹哦，这中药的趣味哦，有啥物特色？你甲咱讲看卖。其实无人堂本身就是一个足厉害的反转，就是甲中药这件代志用少年化的方式去表现。阮小等会去看。对，就是想讲因。 创作这迄个中药材，结果变成即马少年人介意啉的凉呢。对。然后后无就是讲，用一寡传统的中药入去少年人爱食的汉堡内底。啊。所以看起迄个食物拢是少年的咧食的，可是拢甲食补这件代志有关系。啊，但是吼，整个切点吼。 你感觉上困难是啥物？恁拢唔是这，恁拢本地唔是咧做这道的嘛？你甲抢我的饭碗呢？哦，是啊，我们这个饭碗连刚刚拜托你啊！我捧袂掉啊，心脏啊！还交代互你啊！我看这你啊，着急，我刚刚要摕这手的哦，哇，还落爱分大机啦，还落爱去舞东舞西啊！你想想才无用啦，是骹手无够哟。是，我拢是我，还来讲课。拢这手的啦，啊你买。 是啊，我无啊，我只是讲希望讲台南这个所在甲中药这件代志，当愈来愈多少年人看到，啊，因为无人咧做嘛，啊，所以给我们家的发起这个活动，啊，阮就想讲来共襄盛举，斗相共，安尼。因为去年我看了真侪人反应袂歹。对。哦，少年讲，这是啥？有诶，敢若快啊，无敢食落哦，酷哦，安尼吼。是。在你来看吼，一定爱来看的是啥物物件？ 当然是博仁堂啊，加讲的。好啦，伊最头的啊，你无介绍别项的，伊有甲注文讲两三位哦，要来。对。其实吼，我感觉中药这件代志是一个足老的行业嘛。啊，阮这道找差不多80几档的品牌，无共款的品牌，然后用各种无共款的方式来诠释中药这件代志嘛，无一定拢食的。 有的是，你讲有的是家具啊，啊有的是迄个咖啡啊，啊有的是看的啊，足水的啊，各种各样。因为阮刚刚要推广一件代志，较多元啦，爱用足侪无共款的方向来讲这件代志。啊so，尤其在这个所在吼，真有意义咧吼。这新隆街。 哦，啊，这海岸路，哦，啊，这较早的民权路，哦，啊，以前32间的中药铺啊，是较早，哇，所以啊，希望会当哦，一代，大家会当看起来咱那个汉药，哦，恁会当更加兴旺啦，哦，咱继续。后一条课你啊呢？无，你等我停，等我你跑。你讲要跑，你走去跑。阮真是要跑。我是做点点嘛，恁2代的代志，阮做观光客就来不及了。我出来吼，伊甲我小解讲，啊，去其他3间除了引导以外，啊，佫有其他的少年人。
我烫好来去洗。嘿，啊，恁2点开始嘛？对，我趁这阵时进来去洗嘛。好，哦，好，没问题。啊，祝给恁这2天哦会当成功，好明年过来再去。好，没问题。我随来。好好，读出来这见闻吼，今日足无用的啦。所以哦，我讲哦，规矩你踮咧现场，你吼，伊互我这一张面子，但是吼，这毋是3个人哦，这是一个人，伊一个人做3项工作啊。伊领导咧做香店，这个香哦是安怎来转型？咱来找吼，头家吴一面，哎，头家。哎，你好，你好。见问今仔足无用的啦，讲叫我家己来做你啦。嗯。你来咱先吼，简单讲者，这咱本地的厝，这做的。这做的。对。吼，啊，这是完全翻新起来，你个算做你二代接手了开始做的吗？你讲这个所在嘛？这个所在。这个所在，因为做的啦，啊伊，阮就是因为阮搬厝。阮其实我是第四代啊，对。我记恁兜都毋是伫遮。对，阮上久的是伫遐挖过是武庙，啊对面是赤坎楼，伫武庙遐过7、8、10栋，对，遐上久啦，遐大家拢印象，阮的乡店拢是伫遐，啊尾啊个那7栋前阿嬷过往，啊阮个搬过来安尼。所以这是老店新规诶，老店新规啊。但是吼，上趣味的就是讲，咱这个商店，但是你哪会我3张面子啦？因为后做蜜饯。有啊，商店是阮阿祖啦，我是第4代，阿祖开的100几栋啊，蜜饯是阮爸爸开的，所以我是第2代，差不多要40栋啊，嘛真久啊。啊，这咧导览啦，导览系啦，这是我本来是我的兴趣，啊尾啊，就是讲无家己带一寡个朋友嘛，安尼行的，对，啊所以导览啊嘛，这嘛导览嘛，愈来愈侪条路线，啊所以这个导览我是第1代啦，因为是我开始的，所以这安尼好，你好，甲我小导览者，你难是我是小白，啊你要安怎甲我导览讲恁兜这个店经啊？好哦，安尼来欢迎，来，好。来啊，其实阮遮吼，这个场所吼，足清楚会当看到，嘛是阮足重要的一个对香的看法啦吼。阮分2部分，2部分。这边吼，这片规个叫做拜拜的香，宗教香。对，拜拜宗教，咱会当拜神明，会当拜祖先。吼，咱自古早，咱上有印象的香，敢若就是这个用途。吼，啊，但是这对阮来讲是一半尔。对，一部吼，啊，另外一半就是这边叫做生活香啦。什么叫做生活香？生活香就是咱会当伫客厅、伫厨房、伫迄个房间咧点的香品香。像古早人，咱咧点来闻，吼啊点这个物件是要互咱的思绪会当沉静，吼啊会当我想到你这写这香的实质。对，迄是迄个黄庭坚，黄庭坚吼。对。这宋朝的这大师。啊，所以这边生活香甲宗教会当无关系，就是要静心吼，啊要迄个舒压来使用的香，啊所以这个两部分啦，对2部分。啊所以这边其实自古早就有咧用，啊但是即摆的人较无用，渐个变成少数的人咧使用这种香，所以阮会甲推广啦，对。啊你敢有发现，就算讲这边。这2边的包装都会跟它差足济，差足济，唔是无啥共听，吼，因为吼，这边是咱古早中国啊，是讲台湾做的香吼，啊伊的原料甲拜拜的香是共款，拜拜的香，咱你也有拜拜过，咱鼻拢知嘛，有甜，吼有弹，有足济坎站吼，佮较好的甜拢有，吼几3站的拢有吼，啊但是伊就是树啊，对，树啊炒落来无做粉，吼啊这个是足好片。哦，咱个来做香，啊，伊嘛是共款，伊是做出来即个香甲拜拜香，迄个外观无共尔。啊，拜拜香中有一料共款，料共款，吼料共款。甚至搁高级，要较高级，要普通的拢有，对，吼。啊，所以讲到即个看哦，咱生活香咧点这个时阵，我伫房间咧点，我伫客厅咧点，吼啊我就是闻着甜，闻着弹，但是安尼我尾仔就感觉讲，安尼感觉有淡薄仔。问题吼，就是讲，咱天下间的味足济啊，对不对？但无应该干那树仔的味尔，无应该干那这2种味尔，对不对？啊，所以讲，佮有啥物味？花香啊，
吼薰衣草啦、莲花，系啊，花香、草啊的香味，吼，这种味咱就无做到啦。啊，我生活乡应该我会当互消费者较侪选择嘛，所以我较会因这是日本香味来，吼，日本人，日本人做说日本的香。因嘛是不够啦，因是对唐朝、唐朝把香传入来，但是因家己的发展，因有除了拜拜的香以外，因有足大部分的一个领域是咧做生活香，用各种的花啦、花香啦、草香啦、果子的香味做足侪物件出来。所以讲我较会因伊味来比如讲我拄仔讲的生活香，大家有兴趣，伊会当有较侪选择啦。我也介意甜，我个点甜嘛。我也介意薰衣草，我当然会当点薰衣草，再就是薰衣草，就是莲花，就是啥物的香味，安尼所以就是你即摆看到我的店面我安尼讲足顺对不对？是。咱台湾的香店有咧卖即种香的，应该是无看过，介少甚至无，对。所以讲但是我感觉我安尼推是咪真顺？先分两类，生活香佮用味来分，有人因为安尼就认捌讲，这会当摕点来点出味。对，你啊台湾人话较老辈，伊会感觉讲这个味足奇怪啦，因为伊自古以来伊食到70-80岁，伊就是闻这种甜较大的味，伊闻到这伊会感觉袂惯势。马紧我互伊了解一下，互伊知影有这个物件，伊也会接受伊个点看卖，袂接受。咱个唔免甲我看你也做这些5万春鸡气喏，是啦。你即马有做者少年仔咧算啥物玩具展啦？玩具展有一个玩具展就是摕甲阮合作啦。这只啦，这只叫做机械哥吉拉啦。伊的哥吉拉。对，伊的这是玩具的设计师设计。伊的色，伊是讲即个顶悬的色，就是阮的飘啊的色啦。迄个蓝、迄个红、迄个青，就是用阮飘啊的色去用的啦。迄有一个专业啦。迄也一个啥物玩具展是满是少年仔摆出咧面。就是讲个参加一个互咱即个老店会当较互少年仔引起因的兴趣安尼。这敢若2只尔敢若2只尔。一只就是这只，我其他人拍，我有甲标价用出来这只1万几块另外一只是迄个设计师啥咧卖，一堆人要买，爱抽签，卖的介绍就是安尼，所以即摆足厉害所以讲全世界敢若2只，一只个，来做一个人买，另外一只。我想讲，我要甲头家搁甲拗一下，讲看有当拍俗卖我无？无啦，我个设计师搁做一只。你就安尼开始做了，而且你也开始做导览。我相信做导览一定是对着咱整个台南的未来的发展，你也有感应。你认为你家己这个店未来行去到倒？其实香店是一个四维一个愈来愈萎缩的一个行业啦。所以讲阮是尽阮的心力因为这百几档我我第4代无希望讲来到咱遮转去所以讲我是希望尽阮家己的力量会当互伊会当去继续行落当然除了有老一辈习惯咧用的香，咱嘛爱看较远的后一代因会当接受的因会当普遍使用到的香，咱会当来，互因会当有机会来接触啦。我会问安尼其实是我知影讲台湾还佫有一群人开始咧耍这种生活香，而且佫加入到这个哲学的思想也好这文学啦，还是这个用餐的环境啦、饮茶啦啥你敢唔想讲要往这个方向来行？讲这个饮茶的环境内面，我有这维香有啥物安尼？有当时会看到有人咧办这啦，但是目前是要无行到一步。第4张妹子同我生出来。是，不过即马我有做的当然咱是家己会当甲即个文化或即个工艺你若讲手工香，迄个是一个老工艺嘛这是一个文化的迄个内涵我即马有咧做的是，我有开迄个体验课啦互人会当做香啦会当做香当然你讲迄个
查香道啦，啥物迄就是迄基本上爱有另外一边的专家哦，伊愿意教阮教安尼啦。哦，啊，我家己做会到的，就是迄个互体验课啦，会当做吼，啊，我会当互因做。其实较早我嘛有我有3节课，有一节嘛是做手工香啦。啊，即摆迄较难，所以目前较有咧熟的是会当互参加的人做卧香，就是迄种香，哦啊塔香、三角锥，啊个香牌，吼有一个模具会当做一个牌，会当挂伫身躯，哦一种啊。其实迄个是互，因为即摆是体验的时代，互大家去做。体验经济。对，啊，但是做正经吼，我拢会安排有一个，比如20-30分钟的，类似一个讲座。讲解。对，安尼趁这个机会，甲这个文化，甲这个重要的观念，到这个机会，甲大家互动，吼，啊讲了，较开始做，吼，啊你也无这个讲座该做，敢若咧做美劳的，敢若咧做美术的，啊，这是阮即摆有咧做的工课，也是讲咱。外口有啥物单位有啥物活动需要讲，伊是有要讲到古早的乡的，吼，即个文化啥物的，啊，阮当然就会配合迄个活动去参加啦。是，对。哇，今日大家开眼界，感谢头家，感谢，感谢，安尼，阮道你来安尼。没，谢谢，哦，感谢。顶冲中药行第2间启文吼。啊，小开讲这个看西瓜遮和平街13号，本来叫做电冲啦，啊，即马叫做同德药行啦。这头家娘吼，嘉玲少年家，嘉玲你好，好，哦，这一摆就这是什么茶？这是叫做牛至茶。哦，台语安那？台语叫做银锭茶。银锭茶啦，银锭茶。啉落就是。清醒啊呢，较凉爽，啊伊会当过寒，啊红较清醒的。哦，啊退火，这个退火吼。对。我实在是吼，无清楚呢，咱遮毋是中药铺啊。对，中药房。啊，那咧卖肉桂、肉桂卷。即摆爱符合现在少年口味。少年的口味，啊，这肉桂是恁兜的肉桂。对，阮兜的肉桂，阮兜较好的肉桂。肉桂的等级足多，啊，阮用较好的，家己要食的嘛。头家娘意思是讲你外面食的肉桂哦，迄等级哦，我小等下食看卖。好，啊，无，这是果干。哦，啊，这鼎咧？这鼎是阮的药膳茶叶蛋。夭寿芳。我这用土鸡仔卵，啊卤1礼拜。哦，啊，毋是相当这个铁卵共我真正。哇，内面3-4层呢，你看，哦，芳华，你芳到安尼，镜头也袂知啊咧。哦，遐真芳呢。恁这配方是恁家己的嘛？嘿，阮家己的卤包，阮家家己的卤包。所以你哪有创这啦？啊，这卤包是阮阿公留落来的配方，啊，甲人无啥共款，啊，但是足好用。卤豆干、海带、鸡肉、猪肉拢会当。13香诶。嘿，13香嘛是阮家己较无共款的，嘿，阮家己的配方，啊，伊算做较完全无共口味的迄个卤味的味道，啊，伊较重口味，像牛肉、牛肉。落较适合安尼。哦，所以佫无共款。嘿，啊落起来，大家讲搭片迄个香气的，那牛肉干的味，大家袂食着了。足够讲到我想要来甲你买去。但是吼，其实咱这间哪有2个名啊？哦，因为永春阿公开的时阵叫做电冲。啊，阮因为迄个即马法规的问题，阮即马。继承人若是已经走啊，阮就袂使继承，你这间店就爱关起来。啊，所以阮即马爱去家己另外清白，爱家己搁清白。啊，阮这条已经足久无搁发啦。啊，我即马是继承阮妈妈的。哦，是安尼哦。咱来看讲，恁这间店铺来到你手头是安怎变化？哦，咱来看卖。哦，这就恁兜的历史。这恁阿公。这阮阿公，啊，这阮爸爸。蔡金典。嘿，金典。蔡正义，蔡正义。正义，嘿。
啊，蔡家玲。蔡家玲，我这是我。所以恁阿公是引进药用的菊花。药用的菊花，因为菊花嘛是做最款，啊白白药的。药用的。啊，伊迄阵伫咧台东，啊，就有去种，变做引进来以后，伊就去种。哦，这历史人物呢？对对对。哇！啊，所以迄阵伊伫台东的相片。啊，这恁兜的旧门啊？嘿，这是古早伫咧这间店的时阵，啊，迄阵阿公尾仔做较大，啊有做啊到进出口，所以你看后壁拢总是布地，所以阮家其实在种拢是规布地一直到后壁。看人家后面哦，规道啊，足深的呢吼。啊，就迄阵拢做批发，啊，所以拢布地规个拢是安尼，所以阮兜无一般的迄个药柜。所以阮兜有一点仔无像中药房，中药房通常恁这放是敢若豆埕、大豆埕迄种大批发的吼。对对对。所以看你，这是你的年岁嘛吼。是。你有看到恁兜上兴盛、生意上好的迄个勘察？应该是算有，因为迄阵细汉的时阵，阿公换头啊，阮伫外口拢是规布地，半暝迄个2、3点有无？拢是迄。2、3台大卡，拖拉骨，啊，就安尼进货出入安尼，啊，阮拢爬伫迄个布地顶头咧佚佗。2、3点要布地，就要布地咧佚佗哦。啊，迄个若是阿叔啊，因咧撸布地啊，咧担遐撸迄一地拢差不多50公斤，50斤啊。啊，我就拢会爬去顶头，互因对咧撸。哇！但是哦，论到你来。接手吼，你讲上困难的是啥物？最困难的就是时代咧变，啊，即马用中药的人愈来愈少，啊，所以阮即马咧豆啊改变，因为即马有健保，啊有病院，啊即马个政府嘛管啊足严，所以你袂使黑白开药啊，互别人。所以即个足侪法规的规定，所以阮即马做中药的人愈来。就是愈歹做，所以咱头看到这个地叶卵啦，还是肉桂卷啦，还是讲迄阴丁茶，这就是恁多元发展啊，开始来行家己想要去新的路安尼。是，变做这个中药带入日常生活内底安尼。所以你也做什么艾草包啦，驱蚊，互蚊仔莫来加的啦，西药的啦，吼，这物件，其实吼，头拄阮的制作单位，阮的同仁啊，来遮看吼，捌这个药材嘛，真趣味呢。是。你较少看过。较少看过，你甲咱讲2、3行啊，互这个观众朋友来了解讲，这中药，哦，这汉药其实嘛真趣味呢。哦。安尼吼，安尼就先按这只，大家拢足好奇的。我俩这是笔哦。唔是笔啦，这只叫做蛤蚧。蛤蚧哦。嘿，伊通常是做补药，啊，蛤蚧是啥物动物咧？就是大壁虎。哦，大只的仙人啊。嘿，对，大只的仙人啊。啊，伊通常拢做补药，咧落补药，啊，固身，啊，伊固气管嘛足好。固身甲固气管。对，啊，所以伊通常你若是落补药酒，一定会有用伊。哦，我想到这补药酒内面拢一个头就是伊啦。对。哦，这胖花你都爱食。啊，个补你的药剂咧。吼。即马中药拢讲究迄个阴阳要调和。啊，所以伊拢一定是一只公的，一只母的。哦，这一只公的，一只母啊。对。哦，是安尼哦。嘿，对。哦。啊，所以其实哦，那汉药内面的种这趣味的这食材呢。这包是什么物件？蚕宝宝。哦，牛啊！蚕宝宝伊通常就是爱感染白浆菌，啊破病以后啊还会当做药啊。啊，佫爱破病才会使。对，啊你若是用石灰互伊死去的，迄就袂使用啊。我才会知影讲伊是安怎死的，我毋是法医啊。啊，所以这就爱你进货的时阵，就爱有迄个良心的中药商，你才会使来进货。啊，会当做实验去证明，安尼讲，伊是感染白浆菌死去的。啊，这是要食什么啦？这通常就是
食皮肤，啊，伊会当祛风止痉。哦，对。啊，像迄个慈禧太后，伊也是咧抹皮肤迄个。哦，咧抹面拢用这哦。羽绒粉有无？羽绒伞就是用白将军。啊，毋过因为即马伊是动物类，有当时啊会容易过敏，啊，所以有的人就拢已经来退起来。较无咧用。对对对。哦，其实这汉医一个北眉头呢。嘿，啊，有一点，因为伊是动物类的动物的药啊，所以你要用的时阵一定爱过剂、过泡剂，所以伊通常拢爱泡剂过后，以后叫做泡姜蚕，啊，伊才会使用，因为。啊，你讲啊，先爱泡什么？伊通常拢爱用麦麸落去来过炒。啊，弄姜啊，落去来泡剂以后，还会使落去做药啊。是爱先甲泡剂啦。对。哦，是。哦，线脱，哦，牛仔衫，哦，地笔，有这真济项呢。是。但是你开始做甲这个二代吼，甲做伙大家来做，你感觉上大的这个心得是啥物？还是讲？即马现主是咱的少年人，你要慢慢符合因的需要。因为即马其实足侪中药拢是伫咱生活当中，像你常常食的胡椒、肉桂，啊是讲咱通常拢会卤味会用到桂枝，其实迄拢是咱生活当中常常会食到。啊，你常常会食火锅啊，内底有花椒，迄拢是其实咱大知影讲伊是调味料，但是。并无了解讲，其实伊嘛是中药的一种。哦，所以恁的使命就互大家会当更加明白，哦，一年四季食补也好，还是讲家己个人的要保养，拢会当来试看。是，啊个你用遮的食材落去顾身体，顾好好，汉赢你以后判病去咧找医生，你用食补汉赢你去咧看医生。这就是哦，平常时保养的概念啦，哦，养生的概念啦。对。哦，刷来我要问上啊，你要一个问题吼。是。你接触了后，按这个开始做，你认为未来你要做到什么？还是你的愿景你要做到什么程度啊？我当然希望讲会当互大家健康，安尼就是上重要的。因为像建文吼，因拢讲甲二代会当夹快，啊，大家会当互相帮衬、互相斗气啊，吼。像今仔日这人人四吼，这市集吼，大家聚会斗阵，你感觉这个安怎？我会讲需要互相，因为像我家己大生拢要个。袂晓的时阵，其实就是有遮的朋友，啊，大家用一个像阮遮的二代，啊，大家合作伙，啊，无像大生我嘛拢袂晓讲一寡白市集的活动，啊，就是建文伊安尼有啊，阮遮大家有志同道合的朋友，啊，拢总召集起来，啊，大家做伙去做一件有意义的代志安尼。我希望吼，咱二代吼，啊，搁三代、四代、五代、万代。感谢。应该要做一寡什么代志来去创造，所以我就开始招一寡中药房、店家，也是一寡同行的同业的这，来做伙办一场活动。一开始只是想讲做单纯的，想讲就中药房的人安尼家己欢乐啦，安尼做伙来闹热，招一间、招两间、招三间，慢慢招，第一年招3、5间啊，感觉袂歹算。第二年开始，招了个。20单以上啊，若想要继续大家用运会当做较好的，一定会想讲咱要去创造新的模式来去改变，互现代人去接受。啊，无你讲一间汉药房，要互少年家行入去，足困难。吼，这就一个18当人。对。这是恁的大本营，恁二代的大本营吗？是啊，这就是阮这个府城的制作所。啊，伊就是吼，阮为这个国科会有无吼，有一个计划，就想会当互阮有这个青年吼，会当来培力啦，来互这个工课站会当做一寡活动啦，还是讲啊，所拢招一寡恁二代的。嘿，有一寡阮目前是想尽量找二代、三代，吼，嘛是有招第一代啦，嘛是有招第一代创业的。嘿，有创业的，马上做伙来做安尼。啊，这当然。哦，这就是恁兜的传家宝咯。对，不是，这是我买手这个买手搁做的啦，吼，对，买手搁做的啦，吼。
咱就来看，这平常时敢会当参观啊？哎呀，其实拢会使。啊，平常时我会讲用预约线上，就嘛预约的，线顶预约。我会当来做介绍。所以吼，你来台南唔敢知影，敢食安尼啦，爱来看，目睭嘛爱看，对唔对？咱入来看嘛。好，来行。哦，这吼内面，哎呦，这条门窗啊，给，对啊，符合古早的门啊呢。哦，对，迄寸笑吼。是。哎，这有影呢，吼。这怀古啊，这边呢，这边拢是，这就是阮一个哦地带啦吼，啊包括一个我讲的迄个新创业的。哦，就是咱头早看到的，是。咱去巡逻的，去互因甲咱消解，这就是咱二代之一就对啦。对，是无毋对。哦，这除了这中药行，中行系啊，做香的啦，啊，哈，做香做药啊，哦，啊有新的。对，有新的，啊，这是一种啊，糖做台南做糖嘛，较早台南糖做有名。制糖的，嘿，爱做制糖的下第三代，吼，爱即摆来做一寡吼转型啦，转型安尼。哦，转型，大家拢想要改变啦，种希望会当过一个较好的方式。哇，啊，这一款老物件，这拢恁兜的册。嘿，阮阿公较早伊看过的册。恁阿公？嘿，阮阿公较早伊较早无手机也无电脑嘛，啊，其实因就拢最爱看册，系啊。哦。敢若你啊，替人抓药啊、转药啊呢？看我目睭脱汤。啊，这东西你甲收集起来吼？我拢甲整理啊，收集啊，然后个就是拄我拢甲整理啦。较早拢安尼较旧啊破伊，也是歹的所在，拢甲整理好好，继续甲保存。你毋是科六牌？我是中药，中药牌。你中药牌嘛？对，我是做中药的。你毋是讲网络顶头查，无咧看这册啊？就较早较无咧查的时阵，拢会先看册啦。来要手即马网络较方便，大家试试个就好啊。哦，所以变做看水啦。系啦，大家咪当怀旧者安尼。哦，但是我头下看到一个海报吼，这个海报真趣味。是。周医书的一天一周一年。对，是。这是什么意思啊？就是讲吼，其实较早阮阿公吼，伊来台湾嘛，来到台湾了来创业，啊来就做医生嘛。啊伊做医生啊，其实伊逐工啊拢做无用的，伊爱做药啊，爱人看诊。啊，包括伊较早佫有开甚至讲有开药厂，啊是讲是一寡服务的所在，啊是去义诊。其实逐工家己不过做无用的，所以伊的一工吼是安那创爱创啊，爱一礼拜才创啊。哦，你甲还原起来。对，就是迄个公司。哦，这阿孙啊，哇，真甘心呢。但是伊这顶头写粤港西医，这是什么意思？较早的我就是迄个广东嘛。领导原籍是广东。阿公是广东遐来的。是。啊，香港的，表香港嘛，香港我拢迄阵较早拢有亲戚伫遐啦。所以就是粤港西医安尼嘿。哦，是这个意思。啊，所以来台南就地生根啦。对。但是啊，这顶头佫写铁名，我俩做讲吼中医吼，还是这俩这个中汉医吼，常常咧讲我是东北的铁名吼，摕个老山啦，这个林松啦，是这个意思吗？啊，不是，伊铁名是讲我是第一代啦，我是迄个林顶安尼，上科起家第一。上科起家头一代。是。所以你阿公叫做周敬基嘛？那是阮阿祖的阿祖。阮阿公是周地夫，你看这阿公叫周地夫。是。啊，这是恁阿公所收藏的册。无，这本是伊家己妇科毛笔啊，一字写出来，一本讲古早的种祖传。手抄的。手抄的对。哇！祖传的药方啦，恁兜拢专门的，恁兜拢专门一寡怀旧癖咧。哦。啊，所以这吼，一天重复7摆就是一周，一周重复52次就是一年，一年重复几10次。后就是奉献中医药医家族的一生。是。哦，这讲起来鸡母皮落起来。哦，真的。啊，所以这是恁家己办的。对，我家己办的活动。恁家己办的。对，我家己办的。是。这几个空间，这本队拢在创啥物？这间旧厝较早，我是共做。啊，较早这个所在是咧做木的。木做木做，做木做，较早家具啦，古早家具。幼木还是粗木？迄拢有，较早因就是咱台南其实拢嘛做有名的家当立石榴啦，啊是讲一寡家具，迄拢会做。啊，较早这个关帝港较上有名，就是拢做木的家具较济。这是啥物物件？这是迄个中药涂啊，或者其实较早有无吼嘛是拢会为遮来揢药啊啦吼，啊看要来遮啊算小夹的，还是用切的嘛，啊夹药啊，哦测试啦，测看卖讲啊这个药啊，迄个比例啦安尼，啊个药涂啊，就药涂安尼嘛，夹药啊，较小型的药涂啊呢。哇，这有一寡药啊，我就完全唔捌读过呢。对。像这地府主啊，我听过，苏某听过，石眼亭。用台语讲就听有，
哈，石南镇啊。石南镇嘿石南镇，嘿对，嘿。啊，这你细汉时阵你就捌嘛？细汉一定捌的啊，嘛是大汉起来了，咱慢慢去学习，学了有一个时间，咱慢慢研究讲这是食啥食啥。阿公啊，甲咱教，爸爸甲咱四大人甲咱看教安尼。哇，这看起来吼，啊，这个鸭拢收起来吗？还是敢存只？拢收起较济啦，就剩一口，我就是较才会当展示，大家来遮安尼拍照啦，吼。哦，恁兜的历史，咱爱好好坐落来好好来讲呢。哎，恁兜这有故事的家族吼，来探讨一下酒驾。对香港来，酒驾就地成金。来，咱来坐来。好来。咱除了看这介绍大本营，恁其实还佫一个店头。嘿，是。迄朴仁堂。朴仁堂对。朴仁堂是安怎来？朴仁堂其实就是较早就阮阿公的诊所啦。哦。但是咱顶头咧变遮济啊。较早迄时代人吼，就爱有吼变仔来交陪应酬啦。哦，例如讲，我著写一寡字，吼送字安尼。对。抽答安尼啊。啊，讲甲你赞声一个安尼，讲话即间个艺术是好的，然后还是什么。大国手安尼。对，较早的交陪拢是安尼啦。是。哦，所以我看迄变足济，啊有诶规气都变倒顶诶。嘿，阮著变仔著足济啊，所以我著想讲，迄阵咧改装诶时阵，想讲啊无啦，起来做桌啊，互人起来用餐安尼啦。啊，你讲规个变，互咱小偏芳一下。像迄个变的部分有无吼？阮著是用即个，就第一代有即个庆炉堂，哦，庆余堂、庆炉堂即代，较早阮的第一代就是因为叫做庆期，就庆期，所以用即个庆。哦，较早迄个医生嘛，挂一个，嘿啊，就是积善人家亲友迄个意思啦，嘿啊，就是迄个第一代就是即个长河到第三代安尼，啊第四代阮阿公周地府来台湾的时阵，哦啊伊才家己用伊的迄个周地府的地，啊甲伊有一个患者，叫做陈一林，即个患者啊伊较早就是来算讲互阮阿公看，啊看好伊的病情，啊无我来算甲你做伙合。应该是讲算我甲你斗三工吼，啊咧咱或者店会当开起来服务过较侪人，所以用迄个人的等一日的迄个伊，甲伊的周地府的地叫做一地洞，安尼来，迄个变到啥来？哦，是安尼来哦，我就每一个拢有典故咧。拢故事对对。遐内面还佫啥物？拄仔讲咱今仔就是讲朴仁堂，就是门口的看板。朴仁堂其实有无吼，较好耍啦，较趣味。哦，较早就是阮阿公咧传互阮老爸时阵。啊，就是遐想即个灯号要安怎号啦，是要号新的，还是搁传较早的安尼？要想着用阮四大人，这就朴仁的名来做即个朴仁堂安尼啦，嘿，安尼开始的。人拢讲啊，这本地就用爸爸、用阿公的名，就每一代就想讲，我想要来，搁要搁创造，嘿，还是讲新的名。是，拢有安尼想啦，嘿，啊，尾首我就想讲，哦，啊，既然这就是拢较早留落来，咱就起来做扛棒安尼挂啦，嘿啊。啊，你迄阵时想讲要来做？食餐厅，啊，你就开中医，啊，恁老爸敢有甲你反对？这其实嘛足趣味，因为较早吼一开始要甲讲要转型，要来改做吼，即个做餐厅的时阵，其实有嘛足反对的。伊会讲啊，咱着中药店嘛。啊，虽然讲可能身体较无遐好啦，但咱讲咱叫夕阳产业较无遐好，啊，但是伊嘛无希望讲我转来厝接这个工课是较辛苦，啊，可能会讲啊，因为接这个工课了，啊，可能。到时腰巴肚啊是啊，伊较无爱安尼啦，所以足反对讲转来接即个行业嘛。第一是安尼，啊，第二是讲做餐厅来煮汤，互人去食，即甲一般中药还是中医的即个角色甲角度，敢若毋是咧做即个，伊感觉讲嘛小可袂关系啦，啊，咱是啊要变做即个模式来服务人客啊。其实我感觉做医药就是拢服务业啦。其实袂讲医生也是中药种，大家拢高高在上，其实大家拢是做服务的。对，我感觉其实是共款意思，啊，但是就讲变做讲即个模式不共款，咱要安怎去调整第一心态，啊，第二搁较即个对人客的方式嘛，哎，完全拢不共款。所以其实迄阵嘛，足侪争执啦，迄拢有。甲老爸吼，一定有意见袂合。啊，这包括讲咱搁有吼，一款咱煮即个药汤的部分，较早咧煮药汤，即摆咧烹药汤。迄个方式是无共，较早拢爱坚持，一定爱火，一定爱拢爱什么款的看啦，啊时间啦，吼啊肥啊啦，一定爱什么的啦，吼，还是什么粒的，什么足侪美角的啦，啊一寡药啊一定爱用什么煮啦，其实这就是摩擦，就是一定有一个隔膜的，所以变做讲吼，咱爱来沟通，爱调整，啊甲因来参详讲啊。所以即摆遮咱看到，迄其实恁爸仔囝毋知冤家冤几摆。啊，内面啊，佫有啥物特地等大家看一下面？
哦，内底话像阮即马阮阁有做一寡迄个画彩画，哦，迄阵我咧改装的时阵，咧转型改装的时候，阁有壁顶阁有画一寡吼，较早的即个《本草纲目》的迄个图。迄个图啊，甲画伫壁顶，啊用镭金的方式来甲制作啊，黑色的底啊，金彩安尼来做，来画何首乌啦，还是一寡山药，哦一寡菊花这种来画伫壁顶啊，互人想讲较早倒一个道地较道地的药材，哦安尼哇，原来这药啊是为遐来安尼，互人来熟悉安尼，熟悉。哇！所以咱来看到这本哦，菜单，广东中山，这里到组织。嘿，对，无毋对。哦，阿公阿祖拢是伫为遐开始的。啊，这顶头，哦，这是这是阮的祖坟啊。这乡下？这阮较早第一代伊的迄个伊写的字，啊，若是迄个阮阿公搁甲重新搁甲重新搁甲写一届。嘿啊，因为算每一代其实阮拢会爱抄一届啦，阮爸爸拢有抄，但是我未。你还未抄？我未抄。你写伤济啊！哦，这个书就是咧写讲，范仲淹迄阵是讲，我若无做宰相，我就爱做嘛是做和尚是无问题。而且吼，甲这个官都摕悬起来。哦，这杯是啥物？夏菇草。夏菇草。较早阮阿公伊迄代拢算广东啊，哦，那种较容易会湿热啦。啊，湿热的话，咱就会食即个吼夏菇草来降即个火气，就像你讲的凉茶安尼。哦。敢若围楼山嘛，哦，你广东话会使袂？会小可会听，小可会听。围楼山嘛，哦，咱来去香港拢去食围楼山，来食就好啊，富城就有啊，夏菇草哦，而且有影的。是。啊，今晚时阵大补鸡，所以一定要食一个，食一个，食一个。先啉汤。哦，对，先啉汤。专业的。加平汤就知啊，哎呦。迄干味是到后面才出来。你这安尼一碗也袂完。我一碗咧223。你是做主线书对无？223，啊，佫一支大鱼。对。是我主持人才有还是讲普通？无啦，大家拢共款。普通有啊吼。对。哦，食一嘴。袂讲炖甲泡泡呢。袂啦，阮就是尽量嘛是爱控制时间，啊药材，啊我嘛无加任何的一寡什物调味料，所以你食起来较天然的味啦。这规碗啉落都袂晓过。不要紧，慢慢翻到豆皮行话，袂啦，这袂啦。反正麻辣，豆腐，我胃才拄啊好安尼。先添一个芳的嘿。哦，无食袂使呢。啊，你佫用这个老豆腐呢？啊，这嘛阮台南在地迄个宜发工厂的迄个豆腐，迄个这种古早的做法，豆腐卤起来迄个味更好食。我要问你吼，你自你开始出着汗，要开始来行这条路，到打草几冬？我转来遮到今仔日，我2016转来，啊，今年第8冬啦。第8冬。一般性的故事，你要转来，啊，老爸我要你转来，今日啊趁无食，吼。啊，你本来你做啥物？我本来较早做科技业的。伫科技公司。工厂嘿。工厂。种科技公司嘿对。啊，你有家庭？有家庭有啊。啊，规个带转来？无啦，我嘛是台南啦。哦，本来拢台南，只是讲我无伫遮做安尼尔啦。啊，你要安尼转，恁太太有甲你稳准？嘛是爱啦，啊，大家爱支持一个迄个在厝的事业，嘛是爱甲这个工坊安尼讲啊，慢慢啊，希望咱传承落去，莫讲安尼直到遮就结束安尼。因为这传统的讲法就是讲啊，厝里的物件我来传承，但是嘛有个人安尼想啊，处理是处理啊，啊我本地我有好的生活，我来科技厂，我一世人无忧无虑，我现在来排这个，你会感觉排这个作业排啊真沉重。应该是讲一个汤一个药膳，当你食着时，你会想到迄个口味，啊你嘛无希望讲这个味道会当安尼结束啊。就放弃啊！为这个想法开始，这个味道我嘛无希望伊就安尼就无去啊，会当佮传落去，继续互大家食到这个物件，家己食，规气互大家做伙食。你安尼吼回答嘛，我问你2个问题，一个就是讲，好啊，啊你就转来创，啊你乃愈舞愈大空，舞甲安尼，你遮台南的2代拢互你舞来，啊你是啥物心情还是啥物想法？你家己舞好就好，去舞其他的第4代。其实一开始吼，最趣味的嘛是因为迄个转来接的第3冬的时阵，发现就讲
敢若即个不管知名度也好，还是讲即个接受度，还是讲人客的即个来即个评论，咱感觉好，敢若卡掉的安尼啊，敢若去控制着，多种市场拍袂开，拍袂开，感觉应该爱做一寡啥物代志来去创造，所以阮就开始招一寡中药房店家，也是一寡同行的同业的这，来做伙办一场活动。一开始只是想讲做单纯的，想讲着中药房的人安尼家己欢乐啦，安尼做伙来闹热，招一间、招两间、招三间，慢慢招，第一年招3、5间啊，感觉袂歹算，第二年开始招了个20单以上啊，你足少看到讲一届的活动外口的可能一寡市集摆摊啊，足少看到讲20间的药房伫遐咧摆摊，应该足少安尼看对。但是大概就是因为即个关系。一年安尼愈加愈侪，发现讲汉药即个物件会当落去做办活动，会当着互别人去注意着，民众啦，啥物接受度会越来愈悬。其实爱趁即个机会去教育，安尼往较有收入啦。当然啦，就是安尼，你有教育，若会晓用即个药啊，有人啊钱水才会是，伊即个养生的物件，伊才着伊会介意。不管是毋是阮店的，逐间公司、逐间店拢共款。若想要继续大家营运会当做较好的，一定会想讲咱要去创造新的模式来去改变，互现代人去接受。无你讲一间汉药房，要互少年家行入足困难。这是真的，足困难。你一般咱感冒，你人袂爽快，你总是走西医嘛，讲病院嘛，诊所嘛，你袂来中药店讲，我要甲你开一贴感冒的药，你袂安尼。即摆人就无安尼啊，所以你要安怎甲较早的人客去吸转来。这是一点，再来是互少年家当接受，原来这是咱安尼来使用的，这是这个教育方式，互阮去慢慢一年会想要来去做这个工作。到即马演变到即马，活动就愈办愈有一个咩讲？规模去。一个规模就有一个嘛，应该嘛做出兴趣来啦。感觉讲这个大家共心的迄个感觉足好。应该安尼问吼，就是讲。你要望因转来即寡人客，或者是讲新一代的人，知影来找你贴药啊？是。有开始有来无？有啊。开始慢慢啊，因为靠着这个广告啦，我活动当中，其实慢慢人拢会看到阮咧做的代志，会得到一寡，应该是讲，咱嘛是碰啥嘛去教课啦，一寡社区大学啊，啥物学校啊，咱拢会去用教课共讲这个物件嘛，共介绍嘛。咱家己要想着变一个品牌，咱本身嘛会变做一个品牌嘛。人看咱人伊做的物件，我会放心。包括讲咱要手，佮有得到即个米其林必比伦说，大家愈食会愈放心讲，原来即个物件当安尼食，咱若袂晓做，咱来找来遐食就好啊。就变做有即个较安全感的心态啦。无即马外口足侪好诶歹诶，对这汉药诶，分袂清，人家毋知影。所以咱爱去教育，其实就会。进步都这样。你要带这个斗阵，大家二代，或者是讲新创的事业的这个少年家，以你家己做的，应该行去倒位去？其实，阮开始慢慢有规模了。是安尼，佮开3间5间。其实我感觉免开啦，免去开3、5间。你开遐侪间吼，这即马足歹管理。倒不如讲，阮大家遮会当做伙来创造，也是讲人有一寡像农业面拢合作社，会当做伙来卖物件，将大家的产品拢。杀出来，这嘛是一个模式。所以讲，若这款的方式，阮着大家会当来探讨讲，是毋是应该用这款的。所以你的出发心，毋是讲要赚更较济、上济的钱。是希望大家拢会当做好个安尼，大家拢当因为这款的方式，会当大家拢会当共同去用看到，这是阮准备做的。这我毋是甲你碰碰哦，我食你的物件哦，我就感觉你家己这个物件哦。因为，譬如讲，咱咧煮食的人，阮咧要强调讲，我这十全吼，我内面这个甘草要讲较济，互伊较甜一些吼，互伊较强调，因为现代的煮食是安尼，你无，你每一项拢真平均，要食到真顺，要好啊。我毋知影你是毋是安尼想啦吼，是我替你加讲，吼。不过，你认为即马现主时？你拄着二代或者是新创事业的这少年人，上大的困难是啥物？社会也好，还是政府单位也好，还是民间要投资的人，要去注重啥物？其实就爱因头一步爱打出来，一定爱打出来。因较早可能运啊二代也好，还是第一代也好，其实
有当时因嘛唔知影去宣传家己的即个产业，还是家己的店家。有当时因来爱打出来讲，要安怎甲人去聚集，甲人去讨论啊，做去共同来参详讲，咱要安去做较好。你爱袂人第一步袂人行，对我来讲，我是即个想法开始的。总是都要行出去，一定要行出去，一定要。所以你即摆注重的也是营销的部分。营销嘛有啊，包括开发啦，因为产品拢要开发。开发新产品。系啊，你爱讲是安怎伊会当做者，是安怎迄个人做的，因大家人产业是无共的。有可能第一步店家甲另一个店家咱合作啊，因的物件是有相互合的，咱就会当来甲伊，甲用。甲一个联名，好，即摆做利用联名活动，吼出一个什么产品，我可能做北个，我甲什么人，甲做一个包装的做伙，我当做产品出来。阮做这，我当甲上合作。来做一个新的物件出来，这拢是一个咱去尝试的这个去试看卖啊。不过哦，大家大开眼界，知影讲汉医哦会当安尼行，而且无简单，恁兜的家族的故事哦，今日时间的关系，这家族的故事更加精彩。伫广东、中山来到陆地生根，哦来到台南，哦而且行医还佫传落去，佫这个。本队唔是即度的，佫转来，即吼 long and winding road， 佫转来到原在祖先的所在，是嘛真趣味吼，是今仔真感谢，欢迎你来嘿，佫食一个世界万人台，拢伫咱台湾新眼界，好操。